你怎麼了？嚇死我了！你要是再不把水囊取下来，我就以为你死了。我不能死，我還有2個弟弟要照顧呢。好了，我開玩笑的。我聽說綠豆湯最解毒了，以後我每日都給你送來，還有一些吃食也一併送來。我近日覺得好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中的是什麼毒，要真正去除還需時日。幸好有這幾日的土茯苓，我被關在這裡無聊，每日對着窗外辨認花草。那土茯苓是我最熟悉的，它能解毒，還能熬粥熬湯。小時候我弟弟生口瘡、生疹子，魁骨也用它治。我能活下來，說明老天要我活下來。你當然要活下來，要不然你怎麼對得起我這雙手？這些日子挖土茯苓，把我的指甲都挖爛了。昨夜大王過來，怕他看到，嚇得我一直攥着拳頭。大王很寵愛你。但是楚國不是我情願要來的，可魏王說楚國要與5國聯盟，我嫁過來，如果能討大王歡喜，對我們魏國，對大家都好，所以我就來了。我爹是文侯之後，在魏國也算有點地位，大王寵我，只怕是看在魏王的面子上吧。或許是，或許不是，但無論怎樣，你都是我見過最美的女子。世人只要他不瞎，就會珍惜你的。如果大王他真的看中我，我一定會借機向他進言，讓他找出害你的人，並放你出來。不，最好不要。你剛到楚國，還不知這楚宮裡步步陷阱，人心叵測。我已算是小心，卻還是吃盡了苦頭。不會人人都是歹人吧？我到了楚國之後，先是遇到了你，然後就是南後姐姐，你們待我都特別好。南後？南後姐姐與我姐妹相稱，她每日都到章華台來看我。除此之外，她還把最好的吃食讓我先挑，最好的東西讓我先用。我在家裡是個獨女，從小一個人孤獨慣了，除了我的排簫，無人與我親近。如今有了南後姐姐，親姐妹相處也不過如此吧？不會吧？在這宮裡，最不希望大王寵愛你的人，就該是他了。妹妹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繩了？姐姐不信我的話也就罷了，但姐姐要記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妹妹身陷囹圄，不能在姐姐身邊左右照應，姐姐要時時警醒才好。還有，姐姐來月華台看我之事，切不可告訴任何人。放心吧，這件事的輕重我自然明白，我對南後姐姐也不會說的。不過，南後姐姐她確實是真心待我，就像是你真心待我一樣。放心吧。我這裡還有一些糕餅，你拿着充飢。來，謝謝姐姐。姐姐，妹妹这是去哪兒了？让姐姐好找。我就是隨便在外面走走。這些時日與妹妹朝夕相處，一時半刻不見，還真有點想呢。
看，這是我新配置好的胭脂，特意拿過來給妹妹試試。謝謝姐姐惦記。你我還客氣什麼呀？去給姐姐烹茶。是。快来，来，讓姐姐给你試試。你看如何？这般轻薄香甜，姐姐是如何做到的？是用上好的紅植竹花瓣放到干净的石臼中，慢慢将花瓣冲成后浆，细砂過濾取汁，然後將當年新搔就好的蚕絲剪成這豬核般大小，放到花枝中浸泡，取出曬乾後，就成了妹妹手上這上好的胭脂。怎麼了？這胭脂再好，和妹妹的人面桃花相比，也黯然失色。看來妹妹的確用不着這些東西。姐姐竟會說笑。這麼好的胭脂，姐姐要不想給，妹妹可要自己拿來用了。你看美人是不是真的有點兒？你看怎麼了？你仔細看。哎呦，還真是啊！哎，你看，大膽，竟然敢在美人這放肆！南后美人恕罪。姐姐，下人們常有粗疏失禮的時候，不必和他們一般見識。若是在我那也罷，可偏偏在妹妹這兒，若不管教，豈不讓外人說我放縱手下？蓮兒，是，給我掌嘴！哎，姐姐且慢，何不聽聽他們如何為自己辯解？如果無道理，再打也不遲。既然美人給你們求情，我就給你們次機會。說，到底在嘀咕什麼？這，婢子不敢亂說。說吧，說實話，我可以求南後不罰你們。後宮有傳言，都說美人閉月羞花，千嬌百媚，這是實情啊。可